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江湖中最多的就是剑客了，因为吕祖和李淳罡的影响，佩剑闯江湖的青年人是最多的。一个时代也总会出现一两位陆地剑仙，剑之一道极度鼎盛，与之相对的就是刀客了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的用刀的强者。第一位，楚狂弩。胡地老魁楚狂弩是徐凤年见到最早的武道宗师之一。楚狂弩自从被老黄击败后，便被打入了听潮湖中锁了20年。20年的时间里，楚狂弩在水中极少呼吸，被不少粉丝调侃为废甲。在老黄决心去武帝城赴死以后，便将徐凤年托付给了楚狂弩，让他教导徐凤年用刀。可以说，楚狂弩就是徐凤年的第一位师傅，引领着他踏上了武道之路。作为一位用刀的宗师，楚狂弩的实力或许不是很强，但是对于徐凤年来说，同样是他最尊敬的人之一。第二位，南宫仆夜。南宫仆夜可以说是用刀最强的几人之一了。徐凤年初见他的时候，便被他的刀法给惊艳。之后的南宫仆夜得知徐凤年的身份，为了能够进入听潮阁阅读武功秘籍，便答应成为了徐凤年的护卫。在听潮阁闭关多年后，南宫仆夜的境界直线上升。当时的他被李淳罡看好是能够挑战王仙芝天下第一位置的人，王仙芝本人也认为南宫仆夜是以后江湖的杠顶人。南宫仆夜习惯用双刀，刀法就突出了一个字：快，快到了超过极限。这就是他的绝招19庭先手无敌的招数，同样也是能够杀死天人的招数。在和拓跋菩萨对战的时候，使出了18庭的他，让拓跋菩萨都害怕了，无奈的选择了撤退。这一战后，南宫仆夜失去了使用19庭的心境，但依旧是没有人敢小视他，毕竟18庭就能杀死陆地神仙了。单论刀法，成为武道大宗师的徐凤年或许都比不上他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6大最强用刀高手，第3位徐凤年。徐凤年一开始没有兴趣修习武道，直到老黄在武帝城战死后，为了帮他取回剑匣，徐凤年才开始习武。因为江湖当中的剑客太多了，当时的徐凤年便选择了练刀，想要在练刀一途走出自己的路。获得武当掌教的大黄庭后，徐凤年便开始和楚狂弩练刀，小有所成后，便跟着李淳罡开始自己的第2次江湖游历。这次游历过程中，他得到了李淳罡的真传，将李淳罡的剑道招数融合贯通，用刀也能使出剑术。之后又得到王仙芝曾学过的刀谱，从当中领悟出剑气滚龙臂。此后这些招数就成为了徐凤年的底牌。在北莽之行时，靠着这些招数杀死了多位强敌，终于是在武道上面登堂入室了。成为武道大宗师后，徐凤年就不局限于用刀了，各种兵器在他的手里都能够发挥出巨大威力。不过他还是喜欢配刀杀敌，拿着最新一代的北凉刀和从江府丁那里抢过来的过河族，徐凤年击败王仙芝，成为了新的天下第一。第4位，毛叔朗。毛叔朗是顾建堂之前的天下用刀第一人，后面败给顾建堂后便淡出江湖了，直到聚北城一战时才再次出现，是聚北城一战当中的18宗师之一。在这场战斗当中，毛叔朗再度拿出了自己的大刀。一起作战的姬六安和于兴瑞战死后，毛叔朗即使断了一臂，依旧护着两人的尸体战斗到了最后，扛着大刀一鼓作气杀死了北莽700多位骑兵，最终遭受重甲骑兵围攻，死无全尸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江湖当中最多的就是剑客了，因为吕祖和李淳罡的影响，佩剑闯江湖的青年人最多了。那么整部作品里用刀的高手又有多少呢？第5位，顾建堂。顾建堂是这个时代的江湖用刀第一人，配刀是第一浮刀南华。作为春秋4大名将之一，顾建堂不仅在带兵打仗上颇有天赋，在武道上面也是顶级宗师。只可惜功成名就后，他的武道境界一直停滞不前，多年来一直卡在大天象境，太过于在乎名利之争，让顾建堂失去了武道上更进一步的机会。曾去挑战过李当心，使出最强绝招方寸雷，没能破掉李当心的大金刚便认输了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顾建堂所有的谋划都失败了，武道境界停滞不前，在名利之争上也没有起色，被粉丝调侃为春秋路人甲。第6位，祁炼华。祁炼华是徐凤年的外公，也是春秋13甲之一的刀甲，当年和剑甲李淳罡齐名。自从吴素死后，祁炼华化名为吴江，一直隐藏在北凉王府中，除了徐骁之外，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在徐凤年身边的亲人尽数离世后，祁炼华现身和徐凤年相认，之后便带着刀去和顾建堂对决，击败顾建堂后，又杀进了钦天监，杀进了钦天监的炼器士和800名侍卫，随后又逼得半寸蛇原本熙自尽而亡。这一战过后，祁炼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